后来离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40天，赖清德竞选总部主委姚立明，总是大声来话讲，我们赢定了，讲因运动绝对赢。结果，互经体讲欢喜了伤早咯。姚立明今仔日背回讲，伊是摕对手的话，要来鼓舞着民进党的选情。国民党这边，侯友宜甲赵少康今仔日合体，除了反驳讲因无挖中国之外，侯友宜阁强调讲，伊是台湾的土家啊。侯康培伫今仔日同齐出现，伫指控指数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，解说前中的记录，强调家己是台湾的土家啊。选举到民进党，不要老是用意识形态来操弄啦。连我这是咧是台湾的土家啊。我正台湾的土家啊，一世人都举一个枪，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。什么亲中啊？亲中的人，民进党很多。批评立行总是强调亡国，甲对手化话，用政策论述替政务绩效来讲话。我现在看柯文哲，他是一个破坏者，他不是一个建设者。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建设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只看到说全台北市马路都是红线。一直无被放过大问题，有听讲最近有被招捌参战的南亚人士以及蒋万安定赢无聊，如今拢伫侯友宜遮斗三共想计策，更加打算要复刻台北市长胜选的模式求胜利。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兴暂时发表分析，伊参照11月份民调的数据，预计赖清德的声量会伫12月份有所回升。随着大问题的支持率降低，选战的局势敢若是个倒啊转来到传统的哪力对决。目前另赢声势较悬，姚立明甚至伫昨个话讲稳赢咯。我说我们赢定的意思不是我们在说，是我听到别人在说。马英九、赵少康、柯文哲3个都多次说到，他们分开选，我们赢定了。都只是在抢第2名。那礼拜空陆战做会出动，大选就特别教话，三卡都的交锋是愈来愈激烈，以及移动拢会互民众放大检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